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 Christina， 今日想同大家介紹映日灣一個開放式嘅單位。呢個單位嘅實用面積216尺，我哋而家即刻睇下。單位係用咗電子門鎖，喺門口後邊嘅呢一幅地方呢係開放式廚房，煮食就用電磁爐，上面呢就有啲吊櫃可以做收納嘅空間。另一邊呢係一個趟門喎，趟門嘅旁邊呢仲有一塊鏡，方便出門口之前呢可以照下自己嘅儀容。趟開呢一道門呢會係單位嘅浴室，呢個浴室係淋浴嘅設計，上面仲配置咗浴室寶。我哋望下下飯廳啦，呢邊有咗個半身高嘅櫃。小飯台呢就放咗喺度，可以兩個人一齊食飯。一張雙人嘅大床都可以放到，仲可以放到嘅衣櫃喺旁邊，中間仲有位置可以俾大家走動㗎。雖然單位就位於低層，景觀呢就一般般，咁但係呢，整體單位嘅保養呢尚算係唔錯。呢個單位係可以睇樓㗎，如果你哋都想睇，歡迎隨時揾我 Christina 睇樓啊！我嘅直線電話係68062991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